好，各位好，今日咧會講一講一個重要嘅 topic，就係中國嘅霧霾問題啦。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公開試未考過啦，而每一年嗰個新聞咧都起碼報幾次嘅，再加埋空氣污染咧係一個香港都重視同埋世界都重視嘅問題啦。所以呢個 topic 咧嚟緊都有機會考㗎啦，我哋搞佢。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堂咧就會分兩集，第一集咧就係關於嗰個原因先。第二集咧就係會專講一啲再深啲嘅題型嘅。先講第一個先，是指出及解釋中國政府應對霧霾天氣政策成效不彰嘅原因。醒目嘅你會即刻揾到，咦？點解好似多咗4粒騎呢字咁嘅呢？冇錯啦，就係成效不彰啦。即係咩啊？即係政策點解冇料到咯？點解中國搞霧霾嘅政策冇料到咯？咁所以咧呢個題目咧，如果你淨係講分析霧霾天氣嘅成因，淨係講用好多煤咯，煤好污糟咯嗰啲呢。sorry 啦，0分嘅係。咁要點樣先攞到高分呢？就係要每一個論點啊，都係要去提乜嘢政策成效不彰，乜嘢政策呢成效不彰啦，即係廢啦，同埋個政策如果真係實行咗嘅時候，佢邊個環節出現問題，導致佢個成效好低咁樣呢？咁我就逐個睇睇咯喎。好啦，第一個論點咧就係呢一個法制不清晰，出現呢個執法嘅漏洞嘅。因為原來咧雖然內地係有法例搞呢一個空氣污染、搞霧霾咁樣嘅嘢，但係咧原來咧最騎呢地方就係個法例係冇列明咧邊一個部門係負責執法嘅喎，即係話有法冇人執。大家幻想下，如果我哋香港有啲空氣污染條例，例如呢一個吸煙問題啦、二手煙啦，我哋咪有個控煙辦搞嘅。起碼法例講明邊個部門搞噶嘛，咁如果冇部門搞嘅話，邊個執法呢？警察又唔關事，食環署又唔關事，冇任何人會做嘅，咁即係點啊？咁即係冇人被拉上法庭，冇人被拉咯，咁即係有咩用呢？形同虛設嘅法例，所以執法者權責不清，或者個法例係冇釋明到邊一個執法者呢，出現到呢一個有法不執嘅問題。咁再加上啦，部門之間你冇寫明要我做，點解要我做啫？係咪先？又冇錢多嘅，所以就互相射波。互相呢個推諉責任啦，咁呢個就第一個大問題。第二個啦，就係原來咧大陸啊嗰個決定嗰個石油嘅品質點為之合格咧，呢一個嘅委員會咧，竟然係由石油企業即係啲國企咧坐晒喺度嘅喎，即係話自己管自己，石油企業自己定啲準則出嚟話，喂咩石油先可以出街賣咧咁樣，咁你估佢哋會定得寬鬆啲啊，定係會嚴謹啲呢？咁佢哋為賺錢而生存嘅啫嘛，咁一定係定得寬鬆嘅。所以呢，你見到好多我哋香港嘅貨櫃車司機都中意翻大陸去入油嘅，因為啲油平啊嘛。咁但係個質素好差啦，大家知啦。點解咁差呢？就係因為原來石油品質嘅標準啊，係由石油公司係去決定嘅。咁加上佢哋個社會企業責任嗰個嘅角色啦，係有問題啦，未能夠自律啦，咁所以咧佢哋係唔會同你做好人嘅，定到飲鬆得咁鬆，賣啲油咧越差，成本越低越好嘅，咁呢個就導致呢一個有監管制度，但係原來咧都係形同虛設嘅問題啦，所以導致霧霾嗰個嘅政策成效不彰就係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地方政府要保障當地嘅經濟利益，即係話咧，就算中央政府落咗 order 叫你搞個霧霾都好咧，冇意思嘅，因為地方政府會盡量咧係去隻眼開隻眼閉嘅。點解呢？因為有啲嘅省份有啲城市咧係產煤為呢一個重點，產煤為重點，同埋有啲重工業咧，例如煉鋼咁計啦，佢哋係高污染噶嘛，係嘛？佢哋用燒煤嚟到去熔嗰啲鋼鐵噶嘛，咁佢哋竟然係嗰個省嘅經濟支柱嚟嘅，有啲去到佔個 GDP 去到70%，且10幾萬一個當地嘅城市嘅居民嘅。咁你諗一諗，你嗰個省長，你係嗰個市長嘅時候，你夠唔夠膽，夠唔夠薑呢？好快咁樣令到嗰個嘅煤礦企業啊、重工業拜拜啊，冇可能嘅，10幾萬冇嘢撈喎，你死硬嘅老友係咪先？所以當地經濟增長一定會低。咁再加上咧就係話經濟嗰個嘅增長仲係一個重要嘅升級指標，所以咧啲官員、地方官員係唔會貿然係同你去搞霧霾嘅，表面嘅口講，實際上唔會做嘅。咁第四啦，潔淨能源供應啊難短期大幅提升。咁大家知道啦，中國嘅能源咧係有升冇跌咁滯㗎，用電量方面好難嘅，
就算而家都好咧，嗰個嘅經濟增長都係去到6%嘅，6起碼都最少啦，係咪中國？所以見到啲用電量咧有增無減，再加上用電量本身好大，而家主要用煤，70%用煤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話全部唔用煤咧，好難嘅，全部轉晒可再生能源，例如風能啊、太陽能啊，係有係多，咁但係做唔到係全面去取替到個煤咯，因為太大量啊，實在係，所以呢一個嘅問題咧係存在，導致咧我哋用可再生能源去取代呢一個化石燃料咧係好困難嘅事嘅。咁有啲人就會寫啦，啲同學仔可能會寫就話常見問題啦。哦，中國係技術差嘅，冇減排技術，冇可再生能源技術，咁呢個你錯啦。減排技術係有，不過唔係最先進。可再生能源咧更加係有啲嘅範疇係先進嘅，例如風能啦、太陽能咁咧，都係較先進嘅地方嚟嘅。中國係啊，不過係因為地理問題咧，所以唔可以全中國咧去搞風能啊、水能啊咁嘅啫。所以咧，你千祈唔好想冇呢啲技術喎，你最多係話未掌握最先進嘅啫，得唔得？好啦，最尾個 point 啦，就係市民嘅環保意識係不足，環保意識不足，咁導致有啲乜嘢嘅政策不彰咧？就係你例如啦，霧霾其中一個成因就係汽車嗰個私家車嗰個嘅廢氣啊嘛。咁你去香港都係嘅，都係唔想咁多人咧係去揸私家車嘅。咁大陸仲癲，仲玩一招叫做單雙號車牌行駛政策，咁即係咩咧？即係今日星期1、3、5，逢星期1、3、5咧，你就淨係可以咧單號嘅車牌，即係你嘅尾號 number 係5啊、7啊先可以俾你出街行嘅一個車，孖數雙數就唔俾出街嘅。咁你逢禮拜2、4、6俾你行咯咁樣。咁呢個就北京啊、內地啲城市玩緊啲招嘅。咁但係有冇料到咧？sorry 冇料到，因為汽車咧係一個炫耀性嘅消費，有啲有錢佬特別係啲上海、北京嗰啲人咧。你玩單雙號啊？得，冇問題，我咪整2個 number 咯。我屋企又單號又雙號齊晒，禮拜1咪揸單號，禮拜2揸雙號咯。你來得我咩行咧？係咪？好，咁所以咧，環保意識不足就係個成因、個原因，去導致到點解呢一個嘅嘗試減低私家車數量呢一個喺路邊行駛嘅政策咧係不彰㗎啦，係唔掂當㗎啦。咁有啲人就話啦，有啲嘅小朋友應該會咁寫嘅，就話。市民咧唔買電動車，因為佢哋冇環保意識咁樣，所以成效不彰。咁你唔好咁寫喎，點解？電動車咧，啲人唔買唔用咧，就唔係淨係因為環保意識嘅。有啲人咧有環保意識，好想買電動車都唔敢買，點解咧？冇位插電嚇，例如香港咁樣，香港用電動車嘅人都唔少㗎，不過去到樽頸咁滯㗎啦。因為你有幾多地方俾你係插電咧？有幾多停車場係有個位？俾你用插電咧，冇幾多個，同埋插電係需要最少 check 過上網 check 過啦，最新嗰個型號都要9個字，sorry， 都要9個字。喂，咁有啲人講時間㗎嘛？你入油幾耐啊？10分鐘好未啊？咁所以咧，好多理由係導致啲人唔揸電動車啊！千祈唔好話冇環保意識唔揸電動車，所以成效不彰。呢個唔係完全解釋晒，你最多就係話意識低。佢哋係冇動機去用公共交通工具，咁都 OK。好，咁所以咧，我哋第一 part 就差唔多啦。呢份筆記咧，重複一次啦，係可以喺樓下條 link 嗰度咧去 download 到嘅。咁大家可以咧 download 翻條 link 啦，咁啊睇一睇有啲咩 point 可以幫到你去處理霧霾。記住啊，係成效不彰啊，點解啲政策唔掂當 ？OK，好，唔該晒，拜拜。